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小弟嘅 channel 啊！嗱，今集繼續係 Here We Go 啊！咁我自己望翻咧，原來對上7日咧，我出咗5條片啦。既然冇波踢嘅日子咧，我出片仲多啊！嗱，今日第8日啦，咁啊出到咧就第6集嘅 Here We Go 啦。咁今日大家見到畫面就知道啦，會講講車路士簽入咗葉士域治嘅前鋒戴納啊！咁其實咧喺琴日咧講曼聯條片咧，就有位朋友仔就問我會唔會講戴納嘅。咁其實咧我一早就準備咗戴納嘅資料㗎，咁啊等緊咧就車路士官宣嘅啫。咁啊想睇下戴納會着幾多號波衫啊！竟然俾我估中咗咧，會着9號波衫。咁我一陣間會講下咧車路士嘅9號仔魔咒啦。咁另外咧有位朋友仔咧，亦都即係叫我食屎啊！咁點解咧？就話咧因為我琴日條片咧就開咗個 cam 就話俾大家見下我靚仔樣啦。咁當然我梗係講笑自嘲啦，我點會覺得自己靚仔咧？咁啊，所以嗰位朋友咧就唔使咁激動嘅，唔使叫我食屎嘅。咁我知自己唔靚仔嘅啫。咁點解我會講翻呢件事出嚟咧？其實我想話俾大家聽咧，你哋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有睇到嘅，所以咧我都想多謝翻咧，即係有幾位利迷啦。咁我唔開名咧，因為咧喺域斯條片裏邊咧，其實有幾位利迷咧係留咗好長好長嘅留言啊！咁嗰啲留言其實我係睇咗1次啦、2次啦，甚至睇3次啦，都睇下利迷自己點睇域斯轉會啦，或者佢哋點睇自己球會咧，同埋睇唔睇我講域斯嘅。咁啊好多謝呢啲利迷嘅留言啦。咁啊雖然我唔知你有冇訂閱我頻道啦，但係咧你嘅用心留言咧，其實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啊！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咧，如果除咗睇片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多啲留言啦，同埋俾 like 啦。咁啊最好就 subscribe 埋小弟條頻道啦。咁咧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持嚟㗎。好啦，咁啊今集見到畫面都知啦，就會講戴納㗎啦。咁啊車仔咧就用咗3000萬英鎊咧呢個嘅解約金條款啦，就簽入咗戴納啊！簡直係咧呢個我抵都不能再抵啦，因為3000萬英鎊可以買到個喺英超入咗12球嘅前鋒，兼仲係得22歲，仲要係英格蘭仔喎，大佬真係抵到爛啊！咁啊搶贏咗紐卡素啦、曼聯啦、愛華頓啦同埋森林啊！咁啊點解車仔可以搶贏咗幾隊波咧？咁一陣間會再講下啦。咁啊節目開始之前，繼續提提大家啦，未訂閱小弟嘅呢條頻道嘅話咧，可以訂閱翻小弟條頻道啦 ，like share comment 多啲同我傾下偈啦。咁啊，如果想再多啲支持我，亦都加入小弟嘅會員頻道啦。好啦，咁啊事不宜遲啊，咁啊節目馬上開始。咁葉士域治咧鐵定降班嘅時候咧，就已經觸發咗戴納嘅3000萬解約金條款㗎啦。嗱，因為當時簽約嘅時候啦，已經講明啦，喂，萬一球隊降班，戴納咧係可以以3000萬英鎊咧轉會去其他嘅球會㗎。嗱，我諗葉士域治當時咧應該冇諗過戴納第一季踢英超就可以入到12球波咁多啊！如果唔係嘅話，都唔會將個解約金咧 set 得咁低。喂，3000萬英鎊喎，連海龍嘅一隻腳都買唔到喎。所以喺呢個價性比咁高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引嚟咗好多英超球會有興趣啊！不過最後都俾車仔擊敗晒啦。咁啊好早咧就順利簽入咗戴納。咁戴納咧就喺英格蘭嘅曼城出世㗎。咁啊佢都算係名將之後嚟㗎。咁啊佢爸爸戴納咧都曾經先後踢過打比郡啦、修咸頓啦、新特蘭啦、史篤城啦等等嘅球隊啊。咁啊喺英超咧都出場超過350次㗎啦。咁啊如果睇波齡耐啲嘅朋友仔咧，都應該記得咧戴納嘅手榴彈啊。咁啊而家咁樣睇法咧，咁啊戴納呢個仔仔咧有機會超越佢爸爸喺英超嘅成就啊。咁啊話晒咧喺車仔都有機會攞下冠軍啊嘛，係咪？咁戴納咧喺2009年咧就加入咗打比郡嘅青訓系統啦。咁啊去到2019年啊就轉咗去曼城嘅青訓。咁啊喺2020年咧就曾經代表過曼城一隊上陣過㗎。但係之後咧就一直咧就被外借啊，去過史篤城啦、普雷斯頓啦同埋後城。咁最後咧喺2024年咧就以2000萬英鎊咧就加盟咗葉士域治。咁啊啱啱第一季升上英超咧就入咗22球波，因為表現出色啦。咁其實曼城咧係可以優先回購翻去㗎，不過曼城就冇觸發到呢一個嘅即係 buyback 嘅條款啦嚇。咁我相信哥迪奧拿都覺得啦，咁啊陣中有夏蘭特啦，冬季亦都買咗馬莫殊啊。咁其實攻擊線上邊咧都冇乜空位俾戴納啊，咁所以就冇觸發到呢個嘅回購啦。不過曼城咧都有2次轉會嘅分成㗎。咁頭先講過啦，
好多英超球會咧都想簽入戴拿噶啦，咁特別係曼聯啦，喂3000萬英鎊，連海龍嘅一隻腳都買唔到啦，竟然可以買入一個喺英超入12球波嘅中鋒，咁啊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啦，咁啊因為曼聯咧來季就冇歐洲賽踢啊，咁啊影響咗戴拿嘅決定。但係其實咧，我覺得更多原因係因為曼城嘅元素啊。嗱，車仔嘅領隊馬利斯加咧，曾經喺曼城時期咧就已經同戴拿合作過㗎啦。咁啊，雙方咧關係都好密切下㗎。咁再加上而家車仔啦，有佢喺前曼城嘅隊友高爾彭馬同埋拉維亞，我相信咧呢個都係戴拿揀車仔嘅原因啊。咁啊，再加上啦，車仔嘅球員平均年紀都較輕啊，咁佢要融入車路士咧就相對容易一啲。咁啊，總好比過咧去加入即係而家重建階段嘅曼聯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喺啱啱嗰個球季啦，咁啊戴拿咧喺英超入咗12個波，咁啊有2個咧係12碼嚟㗎。嗱，佢嘅 expected goal 咧係9.3個波，咁啊最後入12個波，即係高咗2.7個啦。咁但係其實咧有2個係12碼啊嘛，即係話咧個 expected goal 咧係比佢拉高咗㗎，即係話咧佢嘅預期入球咧係其實實際上咧應該係比2.7個更加多先啱㗎。咁啊，雖然咧，大家可能會覺得啦，喂喺英超入12個波啫，都唔係啲咩神鋒，但係要諗一諗啦，佢而家踢緊嗰隊波係葉士域治啊。咁喺葉士域治裏邊咧，第2個射手咧都只係入得4球波啫，即係大部分嘅波咧都係來自戴拿㗎啦。咁另外啦，咁啊佢喺禁區裏邊起腳咧，咁啊有48次咁多啊，係葉士域治隊友嘅2倍啊。咁亦都見到啦，即係。葉士域治嘅領隊啦，麥肯尼啦，其實都以咧戴拿咧為進攻嘅重點㗎啦。咁車仔要買前鋒咧就路人皆知㗎，咁但係佢有幾急切性咧？咁大家可以望一望 expected goal 咧，大家就會明白㗎啦。嗱，上屆英超裏邊咧，得1支球隊嘅預期入球咧係高於車仔嘅啫，嗰隊就係利物浦啦，有83.5個預期入球啊。咁但係咧就有6隊波咧個入球咧係多過車仔㗎。嗱，車仔咧上屆咧就入咗64球波，咁啊撇除3球烏龍波啦，即係咧佢哋自己親手親腳射入啦嚇，就有61球波。咁但係個 expected goal 咧係高達69.2啊，即係話咧係個預期入球咧係少咗8.2個波咁多。咁喺整個英超嚟講咧，得3隊波咧係低過車仔嘅啫，就包括係水晶宮啦，咁預期入球係少咗12.4，曼聯嘅預期入球係少咗11.5，同埋修咸頓嘅預期入球都少咗8.2個波啊！咁即係話咧，車仔如果個把握力好啲嘅話咧，其實佢個入球咧係唔止咧64個波咁少㗎，咁啊最少可能接近70球先至係啱數㗎。咁啊，即刻同大家對比下啦。咁啊，戴拿同埋積遜嘅入球表現啦嚇。咁啊，積遜就係車仔嘅主力前鋒啦。嗱，上季咧佢係踢咗30場英超，就入咗10個波，但係佢嘅 expected goal 咧係12.3球㗎嚇。咁啊，而自從佢轉會嚟到車路士之後啦，咁啊再對上一個球季啦，咁佢入咗14球波，但係咧其實佢嘅 expected goal 咧係有18.7球㗎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其實咧，咁啊，積遜嗰個即係大家都覺得佢門前大嘥鬼呢一個印象，其實都真係啱㗎。咁啊，至於戴拿啦，嗱，佢今季嘅射門轉化率咧，亦都比積遜高㗎。嗱，戴拿嘅即係射門轉化率咧，大概係17.7%，而積遜咧只係得13.2%嘅啫。咁再加上尼干古啦，好大機會喺呢個夏天都會離隊啦。咁就算留喺度咧，咁啊作用都唔係太大㗎啦。咁啊見到季尾咧，咁馬利斯加咧都寧願用利圖打中鋒咧，都唔選擇用尼干古啊。咁啊利圖都唔可以係長期踢中鋒嘅位置啊，都係即係叫做替工咁嘅形式啦。所以其實咧，即使入咗戴拿之後咧，我覺得車仔路士咧都應該咧係可能會再買多個前鋒都唔出奇㗎。不過咧呢邊都有球評家擔心啦，戴拿咧未必適應到車路士嘅比賽風格啊！嗱，而家你見到呢個圖表咧，就係講緊即係啱啱嗰個球季啦，各隊波踢波嘅風格嘅分佈圖啊！嗱，左上角嘅球隊咧就會係比較直接啲啦，後場會傳送個波俾前場球員直接做一啲簡單嘅攻勢啦。但係
越右下角嘅球隊咧就喜歡進攻嘅時候用多啲傳球去組織攻勢啊！嗱，表者你見到係曼城啦，咁啊亦都有阿仙奴啦、車路士等等啦，都喜歡咧係喺進攻嘅時候咧用多啲傳球咧去組織攻勢㗎。咁但係咧，好似葉士域治啊、森林啊、般尼茅夫、愛華頓呢幾隊波咧就好中意係直接咧就係由後場傳個波上前邊啦，俾前鋒球員咧就直接去攻門啊！咁就即係有球評家都擔心啦，即係艾納咧嚟到車仔咧就要適應另一種嘅進攻嘅風格，可能會影響到佢嘅表現。咁但係咧，我又唔係太擔心啊，因為馬利斯卡應該都幾了解戴立先至係㗎。嗱，佢曾經喺曼城做過 U21嘅教練啦，教過戴立㗎啦。咁所以我相信咧，戴立都應該好清楚咧，即係呢位主帥嘅戰術理念同埋個要求係點樣㗎啦。咁啊，再加上啦，咁啊，佢同彭馬亦都做過隊友啦，喺曼城同英格蘭嘅青年隊有合作過啊。我相信佢哋有一定嘅默契啊。咁啊，嚟到車仔咧，可以將呢個默契帶翻嚟咧，咁啊有利即係戴立咧融入車路士嘅戰術㗎。咁啊，講完戴立嘅一啲入波數據啦，都講下佢嘅踢法啦。咁啊，戴立咧就好中意大波嘅。咁啊，喺啱啱嗰個球季啦，咁我完成咗26次大波超過5米並起埋腳射門啊！咁啊喺英超裏邊咧，冇一個中鋒嘅大波次數咧可以同佢比㗎啦。咁啊放到落去車路士嘅話咧，都係得一個球員咧大波次數超過5米再起埋腳射門咧多過去嘅啫。嗰個就係逆風嘅馬杜亞基啊，有37次咁多。但係我相信佢嚟到車仔之後咧，應該都冇咁多機會可以大波5米然後起腳射門㗎啦，因為葉士域治係打低位防守啊，自然係多反擊，咁啊多後場或者中路咧推到個波上去，咁啊前邊冇乜隊友幫佢睇下咧，咁啊梗係自己起腳射埋門。但係去到車路士嘅時候咧，就應該要停咗個波交俾隊友，組織好多啲較佳機會咧，先至起腳射門，先至啱數啊！所以我相信來屆咧，咁啊佢冇咁多機會咧，可以係以一個中鋒身份啦，咁啊大波超過5米並起腳射門㗎啦。嗱，講完呢啲進攻嘅數據，都講下戴立嘅防守數據啦。咁啊，佢喺上屆英超裏邊咧，總共有413次嘅身體對抗啊。咁啊，以中鋒嚟講咧，係全英超最多㗎啦。不過我都公道啲講句啦，因為葉士域治咧就係榜尾球隊啦，咁啊一定係做防守嘅機會比較多啊，所以佢作為中鋒都要參與防守㗎啦，所以即係身體對抗次數多咧都係成正比嘅。咁啊最重要係睇個成功嘅次數嘅啫。咁啊佢嘅身體對抗成功次數咧就得38%。咁啊其實我就覺得略嫌有啲低啊，即係唔好講50%啦，連40%都冇。即係以佢身形體格，咁啊應該就唔止咁低㗎。咁啊希望佢隨住即係英超經驗增加啦，咁啊更加好地即係識點樣同對手去拼搶啊！即係我預期佢呢一方面咧個成功率應該係可以再上升多啲㗎。而佢喺無球狀態底下咧，都係一個非常之勤力嘅球員嚟㗎嚇。咁啊，只有英超咧，只有4個球員咧個施壓次數咧超過佢嘅976次嘅啫。而如果喺進攻3區裏邊咧，就只有蘇蘭基同埋伊沙克嘅559次同埋47次咧，比佢嘅411次多嘅啫。咁另外咧，戴立亦都好中意咧，從後場跑動去發動攻勢㗎。嗱，我相信彭馬其實可以利用呢一點㗎。咁喺啱啱嗰季英超裏邊啦，咁啊當葉士域治控球嘅時候咧，咁啊戴立就完成咗594次嘅無球跑動啊。咁啊其中有274次，即係大概46%左右啦，都係由後場完成㗎。嗱，呢個比例咧就高過積遜㗎。咁啊喺車路士控球嘅時候咧，咁啊積遜咧就完成咗657次嘅無球跑動。嗱，當然個次數係會比戴立多嘅，因為即係車路士控球時間點都比葉士域治高啊嘛。但係咧，積遜只有184次咧，即係得28% 左右咧，係從後場完成嘅啫。咁呢一方面咧，我相信咧車路士可以利用戴立呢一點咧，係增加喺反擊上面嘅優勢㗎。
咁講到呢度咧，我相信大家對戴立個踢法咧又多一啲嘅認識啊。咁佢嚟到車仔究竟適唔適應到即係車路士嘅踢法咧？今日要來季先知。不過咧，我會覺得有一樣嘢咧，佢就一定融入得到㗎啦。因為咧，就戴立咧今季咧就總共犯規次數有72次咁多啊。咁啊，成個英超咧只係得即係般尼茅夫嘅斯文尤咧73次，比佢多一次嘅啫。咁同埋咧，戴立咧就攞咗12張嘅黃牌啊！咁其實都係好多啊。咁點解我話夾咧？因為咧車路士咧都係英超啱啱嗰季啊，攞黃牌最多嘅球隊啊，攞咗99張。咁啊，前一季咧車仔都攞咗105張㗎啦。咁我相信咧，即係呢一方面即係攞黃牌嘅呢個數據咧，我相信咧即係戴立同車仔都應該都幾夾㗎嚇。咁戴立咧就喺車路士咧就將會着上9號波衫啊！咁啊9號波衫咧就佢自己揀㗎，咁啊我覺得佢都勇氣可嘉㗎，因為咧近年咧車仔見9號波衫都有啲魔咒喺度啊！即係我唔係車路士 fans 嘅，我隨口噏都噏到幾個啦，即係譬如係費蘭道托利斯啦，咁啊當其時都以高價轉會嚟到啊，但係最後咧喺英超咧出場咗110次，但係只係入咗20個波嘅啫。咁啊，我記得有一次仲要講佢話900幾分鐘都冇波入啊！咁啊，仲有即係摩拉達啦，咁啊，即係2017年加盟啦，咁啊，英超出場咗47次，入得16個波。咁啊，仲有即係外借嘅希古恩啦，咁啊嚟到英超出場14次，入得5粒。咁啊，法卡奧啦，都係外借嚟到㗎啦。咁啊，最後出場得10次嘅啫，入得1球波。咁啊，奧巴美揚啦，咁啊轉會嚟到車仔啊，出場15次，入得1球。咁啊都未講以高價轉會由國米翻嚟嘅盧卡古啊，咁啊最後咧就係喺英超出場咗25次，入得8球波。咁啊我都唔知係即係車路士同佢哋唔夾啊，定係9號波衫同佢哋唔夾啊，定係即係9號波衫有啲魔咒喺度啦。咁啊 anyway 啦，咁啊其實我相信戴立呢個轉會去車仔咧就都係明智嘅一個決定啊。咁啊即係我覺得俾佢無論去紐卡素、愛華頓、森林，甚至乎即係曼城都即係曼聯啊，咁啊去車仔應該係對佢嚟講係最好嘅選擇㗎啦。咁啊有熟悉佢嘅領隊，有佢熟悉嘅隊友，再加上成隊波都係年輕啊。咁啊，我希望佢可以打破呢個9號波衫呢個魔咒啦，即係幫車仔攞到啲好成績啦。咁啊，來季亦都有歐聯踢啊。咁啊，希望呢個後生仔啦可以即係喺英超啦同埋歐聯啦，咁啊可以攞到更多嘅經驗啦，咁啊可以快速咁成長啦。好啦，咁啊今集嘅節目就去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呢個 Here We Go 系列啦。咁啊下集翻嚟再見啦，好，拜拜。